继续来看台北市有一个游艇公司的头家，因为来引进到亚洲第一只法国制造的大型的帆船，所以有游艇大头家的称号。但是大头家心无正。 下药啊，共吞大两个查囡仔，互重判9年。伊是畏罪逃走，互通缉。警方追查1年，总算约到人咯。咧甲围捕的时阵，伊是举枪甲警察来车拼，所以即摆除了毒品甲性侵之外，搁加一条枪炮罪。你身上带几把？1把。看有没有上膛，先拉开，先卸弹夹。被警方包围压制在地，搁想要开枪来反击的，就是洪清做市张玉涵的游艇大头家。谁的？东西谁的？进去的一个朋友。涉嫌讲下药啊性侵，去年去互法院重判9年了后来逃走，未伫新北市淡水山顶1年多，女朋友先回去厝确认安全，伊才行产业道路甲对起哩。不过，不管伊有偌警觉，也是闪袂过警方的追查。你们有在玩生存游戏吗？为着俾警察嫌犯各地租厝边的窗仔门设逃生设备，锁扣起哩对当水港。非常的狡猾哦。 周旋在众女友间哦，帮他租屋哦，包括在新北的3芝、巴黎、汐止等地哦，我们都让他狡猾脱逃。51岁嫌犯闹法国拿大总破西文凭，阁是军情局的中校退伍，把派驻美国、墨西哥也有法国。退伍了后，就投入游艇的事业，和一寡大名称有合作。原本真请赢伊，说涉嫌共下药性侵，警向被害人和解了后，又搁用老报诉，被立官固定到派出所报道，叫犯人判重刑了后畏罪潜逃，除了甲头毛落好长，嘛调工改变清查，就是无想要封关。 嫌犯情不离身，随时要喊警方来拼命。好在在及时去防压制，除了身躯顶的青衣外，大所在也有藏底枪甲枪支。即卖爱加食一条枪炮罪，至少加加5年刑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